小區歡迎大家收看今邊嘅全面大會，看到愛後輩嘅係新主人姜林香嘅新感跳，記讀日本書兒有提供熱性感染，現象還有感造出兩個現象，出現對世界實跳哦，都見有87年嘞，見證嘅當地客家文化嘅歷史還有人文感情哦。到民國85年嘅時節，為到為必發6年，所以係攞嚟嘅本地新感跳路跳嘅跳性樂會，國家嘅新嘅風魔乃廣場，度兩幾行年內，度到落台水嘅時節，度傳出嚟為咗飲水嘅再起，讓向到嚟後把選兩片嘅見面咯。地方政府才正式到政府而治水，上而拆體了解新感路跳哦。地方嘅民眾有感應係知道非常唔判的，原因係認為講治水民生下重要，到底哪一項做法就係最適合大家嘅，還係有其他嘅做法麼？因為出面大會對對到兩片，也度國小改片對規講，也請大家聽呢呢個講究，去到討論嘅現場。開會了！大家聽聽講條嚟到討論嘅現場，因譬為鄉親朋友紹介，今日嚟參加嘅特別裏邊咯。第一位為大家紹介係呢新主人文化局嘅局長蔡榮光蔡局長，你好。主持人好，各位鄉親大家好。聽聽第二位，呢位紹介係那個姜林鄉嘅鄉長鍾雲教鍾鄉長，你好。好，美麗的主持人好，各位鄉親好，各位學者大家晚安。歡迎鄉長嚟參加，喊卡實下呢個代表啊，或者又係呢棟小事，你係推二台古蹟藝術修復呢個教授親班先生，親先生好。各位觀眾大家好，各位現場來賓大家好。歡迎親先生，喊卡最尾呢，你紹介係呢姜林國小家總會嘅會長劉明勇，劉先生你好。各位鄉親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歡迎四位來賓都共下來啊，撈呢快講哦，來討論呢隻議題。現在呢也看到呢姜林鄉嘅客家鄉親都來嚟動動員咯，撈全國嘅鄉親朋友熱笑一下。你好，歡迎大家哦。今日呢來到呢一片哦，特別針對呢一片都有歷史代表文化嘅呢個新感跳哦，到底佢嘅為來為係樣辦起？呢先跳過呢下邊嘅樣片，呢個新聞事件簿來了解一下呢新感跳嘅議題。7月16，姜林鄉新感跳嘅潛艇古蹟審查會還蠻開始，受到水災影響嘅民眾求老補跳掉起來，表達希望拆體嘅意見。橋墩大塞的時候啊，並不是說把幹罷了，就賠了，這還不算是一條 case 啊。那個整條樹它卡到咧，整條樹山崩地裂咧，卡到的時候，那漲到什麼程度啊？真的變滿了。不過水災嘅原因，僅僅係因為有87年研究歷史嘅新感路跳嗎？當地嘅文史工作者有完全冇共同嘅意見。有報告中，在85年前，民國85年前擴寬之前，它並無任何淹水記錄，所以說你要把所有的淹水過失怪到橋，這是非常不妥的。早到今年4月份，讓政府文化局向工作人員勞動提建議，就是在落台水嘅時節去會看新感跳，討論飲水到路橋嘅關係，還有係唔係天作為拆體路橋嘅議題。到嚟2月10日，因為呢個建議見落台水有粗線嘅當地飲水在起，又因為向工所多麼簡單將正起到水利署經費2800萬元，所以決定為拆體兩行得權到嘅3公尺嘅路橋，用大體橋墩嘅方式重新來起新橋，雖然受到受災戶嘅支持，不過部分唔判得路橋消失體嘅建議，還有文史團體都反對，認為呢係非常唔錯嘅做法。你冇是真市咧，真緊嘅都水嘅原因，就冇人行咧來本橋墩，你按到馬東就按到25出燃住嘛，有冇人哈？青菜侵一隻利誘有冇人哈？來呢個按到破壞呢個文化古蹟。
面对温室工作者强烈要求，为保留新港路桥，新竹县政府处讲，桥梁改建嘅经费天初在青年年尾完成发包，冇办法沟通，系冇经费降拍为本受准许。不过池水风是单强而中系冇，建进动体历史老发展正规加设计路新港桥，为应付安样球团体的系冇，真紧达地冇。透过新闻样片，安尼就知道了个事情嘅理由。了老事件快封本安尼个现场向前哦，咱想来请问一下吼，了讲到新港桥啊吼，到底系嘛个是个饮水，系当年饮么？了饮水嘅情况真紧安严重么？有乡亲朋友做得到真紧来顺便分享一下么？了解先生。建落台水，嗌降代表吼，创下主义作用，冇落台水。也非常散漫。好，安样大家啲咧，新闻你吼，系唔系有其他有饮水嘅情况？好，了解先生你好。我是大道街仅陈干桥嘅啱提建設啦。我大概50多年啦，我出社時就該出社，頭擺忙起嘅時候，可以說是2、3年是入白水啊。嚇。家己都講係後輩辦到人家唔啲講嘛，世界演講浸台水啊，其實係咁幾年是浸台水啊。我記得我小時候國小學啦，我警察來對啊講，你都係趕快撤離，沒有撤離的話，我要強制撤離，咁樣啦。所以韓國我覺得要拆的原因有。第一個就是淹大水了哈，造成我們那個附近的哈，附近是個橋村個暗道建，當過街哈，未淹到啦，那是第一個原因啦哈。提倡原因建議拆啦，提倡原因你講個古蹟啊，40幾年前那些哈，要推拖拉鼓啊，那個橋墩長完它以後啊，是拓寬，拓寬以後，現在你要從何處可以看出那個是古蹟？我反對拆嘅人啊，我點都要該先保持該買古蹟買東西。可是古蹟如果在路中央的話，還是要把它移走了。好，大家聽到呢個欣賞咧，新聞呢個欣賞。不過也啲吼，財鐵見面，其實對那個飲水嘅原因，其實要按單數係完全應付那個路橋嗎？係咪有冇強人嘅意見？要做得到呢分享？好，那個先生你好。其實我哋從日開頭開始吼，我哋唔反對講治水吼，因為掠橋浸水，當然啦，大家咪啲講掠橋浸水，對北上來講係當唔好一件事情，但係我哋講事情有事情嘅原因。我哋唔係針對原因，你就來了橋，係我嘅看法啦。雖然講，我幫人係當好嘅朋友，但係基本上我今日會提出來原因，就講你講了橋，因為我會報體咧，其實唔係古橋，基本上也講冇過去啦，我哋就講，當初時我哋係早期嘅時，了了橋，了了茶，大家上牆，做乜噶？為掃坡啊，了大每條來時。冇人愛嘛，因為全部掃牙齒冇人愛，所以該調查全部調好吧。當然水會小到下來橋當然會堵水嘛。吼，你係一張原因。韓國，我哋講你邊坡嘅部分，當頭嘅邊坡吼，個到底下邊坡是好大。咁你係講橋一堵到嘅時，個當然水是會進過來。吼，所以講基本上唔係講我哋唔重視講你橋吼會進到你順到北上當危險，我哋未知。問題是講。我哋一開頭嘅時一直堅持講，係唔係講做得雙贏，橋也溜到，吼，你治水部分也處理得，係咩安樣嘅係咩最好嘅東西。清楚正經嘅原因，你解決機啦，吼。好，了解先生。還有其他鄉親會反映嘅嗎？哦，了解小吉，你好。講了吼，就水災吼，愛注意，因為我大好把孫。因為先我講我當講因為，你頭擺吼講實在，當然是太做風采，錯嗎？唔過。啲橋其實啲橋幾多年咧，80多年嘅歷史咧，錯冇啦嗬。講係真是講會浸水嗬，早時啊太前建嘅是唔拆體咧，因為講係會浸水喺日本應該之前會拆體錯嘛，做太水嗰啲，唔過頭擺安尼嗬，總之唔會浸到，因為近排嗬做氣象報告，落太水會水災是咧，安尼向前講天然，係咪家水轉叫而浸轉叫係咪安樣先？
这里又讲天然之天会安用去，家家知道准叫好凊好强的，安样水涨会是流好顺，是唔会浸水系咩？唔讲你下对吗？唔讲个桥会浸水，你了水利费也个治疗，会浸水系85年以后，桥必发以后涨会浸水的，该。那个特别个桥係冇乜關係，錯嘛？係橋必發以後就會有問題，錯嘛？好，大家想清楚一點，好嗎？所以宋峰嘅兩篇向金朋友哋提出來吼，大家對呢個橋冇強烈嘅意見。咁我哋問題，安尼會先強調，安尼個種向總哦，就安尼向講所去調查去了解研究，到底呢個新幹橋哦，佢飲水嘅情況，參與到個了解係用辦法呢？這邊呢，你啊係咗水災時期啦，吼，是了了該前排該起火跟公力啦，吼。當然啦，你是講節水也係用8天該太小時講85年後，當然也是這個影響也有啦。好，第二代橋啦，第二代橋加發的時間吼，那也有影響啦，吼。但是講。當然啦，我哋你上到講，你鄉里鄉大家鄉親也非常嘅辛苦啦，吼，特別做太水這是修羅薄吉啦，吼，實在唔安啦，吼，所以講大家意思講啊，水利署又講咧，其他按前因，行委員也有咧看過咧，是講，佢其他現在是咧咧改錯嘅啦，嚇你啊，現在啲學者各方面呢，也非常關心，講咧係文化參考咧嘅顧問啦，嚇，大家關心嘅講，池水嘅問題，當然池水當重要，要重視。講了重新水質嘅原因，真緊單講係橋墩所重新、路橋所重新，有可能有其他嘅原因係安尼做得改革，都唔是講通到了個路橋本身嘅。那種嘅橋墩摩擦吼也是不好啦，永遠不會解決啦。那問題做得個強，但是講嗰啲了啲學者吼用辦看法吧，哈，我們也雙贏啦，我也是這樣想啦，哈，大家相信也係安尼想法啦。用辦都簽到雙贏啦，對。向總感謝你，劉先生愛請問哦，佢個先要出面講到，你二推橋建下去過後吼，就會有因為這個橋墩吼可能會實際當該用時行唔好，所以產生了啲下加其下年咧開始淹水，在呢個觀察真經係安樣個情況嘛？嗰座橋是95年起嘅，87年歷史啊。你係全台灣最老3強嘅石橋。你係因江陵街路唯一留下來石橋，未唯一古蹟。咁因古牆要按東西，因唔啲設計，咁因老街再造冇乜意義呢。就係講咧池水方面，呢度起到重要，咁佢會簽出原因，做得想辦法去解決。唔但係想講哦，用現場態度好，其他人唔係怎我講，你可能方法唔係當你想。其實我當初咧要讓央籌公司嗰個設計公司討論講啊，其實做雙贏的方式就是說，那個必須要打地，然後เรา駁貼架構，到เรา火把帶打轉移，因為火把帶本抗鼓力打差唔多1米高啊，因為主要淹地方淹水嘅地方啊，因為你火把帶打過，可是火把又冇天然過，該切對浸水嘛，該加咗咧，因為工地先安插。好，啱啲，陳先生，你也去看過東道道咧吼，你甲咁講你也看翻呢？確實，你也像我所啊，過去要討論到呢條橋嘅問題嚇，唔過咧，今日讀到非常現實嘅問題是講嚇，橋，韓國老浸水，安尼地方上就淹到水嚇，安尼關係很有蠻嚴。大家談到大家講嚇。發現講吼，喺過去啊，呢條橋喺淹水啊，一開始唔會起。應該一開始根本應該當時嚇，安尼地方人大家出錢出力，安尼起來嚇，一定要考慮到嚇，要起條長長久久嘅橋，不然後頭自損嚇。咁過去都見，因為我就開始淹到水咧，咁乜間原因咧？其實過去大家冇機會嚇，唔是有機會好好去來檢討。是的，一個事情見來見發生咧。咱無去想到講下啲新嘅橋比出來嘅父母奶橋啊，85年起嘅比嘅橋啊，比起來後拄到卡嘅書法書茶，拄到卡到，呢個事情唔是好好嚟討論。當然過去可能冇安尼經費啦嚇，我因為講下禮拜嚇，有一種安尼經費，大家安尼提出來咧，總總要想辦法幫地方經費嘅經費啊，好好嚟檢討，按樣萬一老路頭擺，呢個祖先留本呢個橋來留下來。有同時咧，然後地方上安尼，大家安尼辛苦哦，比如淹到水吼，安尼辛苦來處理它。因為你係講係安尼要行嘅路啦。向總談到新先生幾度講到嘅建議，其實咧數百嘅問題，係咪做得從多年挑咧好思考一下？數百問題啊，吼，
本来也染就亮烟刃啦哈，但是呢，如果现在时代跟特白时代不一样了啦。现在人我家不能放的事，你家放都没关系，拢系安尼心态了哈。所以是讲，我哋乡公所每一年都有书证啊，通通有做，现在也是在做，一段一段来做哈。每搭团时要做，加百万，政府帮下恁来做。所以咱因为我爱做大档好咧啦哈。但是了白讲了都浸水眼睛哈，然后就敲查问题啦哈。咱若其他眼睛敲顿问题就问题啦。所以记得话大落水时，他开始提心吊胆嘛。所以眼睛是安样啦。邱总，我请问一下哈，读文化嘅国土啦哈，很多安都嘅向前哈，要安尼嘅。温室嘅豪宅，其實都按慣性按一去主動，想去保護了嘅老嘅建築、老嘅記憶，在你嘅心情、你嘅感受嚟講，做你講一下冇？去到文化局長嘅會議上講吼，我要支持文史工作者，佢係通愛都講話啦吼，你我講係兩心話。不過我就係人政府嘅行政引人、行政官僚，我就係配合，結果就係啲人政府嘅政策吼。那所以我。錯了未啊？我也挺尷尬，我係被夾到了哈。不過我情感上我支持我們文史工作者，但是我理智上我會想到係講為咗保存歷史文化價值，但係為咗呢讓我們的鄉親呢一下雨就擔心受怕，我也會有不安的時候，對啊。所以呢，我講去到我啲會所呢，我講我保持中立啊。不過呢，我同大家講哈，生命財產權呢，讓文化資產權呢，這兩個是有輕重的啦，啊，生命財產權在我心目中呢，它是至高無上的，因為它是受到憲法保障的層次，啊，那麼文化資產權當然是文化資產法會保護它，所以呢，這個部分我心中自有一把尺啦，啊，所以我講唔是我講答案，大家也啲，我度了我是講生命財產安全應該高於文化資產權，如果有衝突的時候，如果沒有衝突，指定古蹟要登錄歷史建築，我舉雙腳贊成。不過局長，我們剛剛這樣聽下來哈，其實現在不是2擇1哦。當然民生很重要，然後文化古蹟也很重要，不是2擇1，而是希望能夠找到真正的原因，然後對症下藥，或者是難道只有單一的一個處置的辦法嗎？沒有錯，我們也掙扎了很久哈。如果兩個都能兼顧，那最好，對不對？另外是講，以目前哈橋面冇可能拓寬的啦，跟兩邊五個行內面嘛，知道嗎？另外你講為都水，你講啊治本。當然疏浚最好嘛，上游不要亂墾亂伐，對不對？最好。但係呢個事情每1天2天、1年2年佢就改革了。尤其大家可能忘記了哈，85年以前，大家就談過按照水土石流嗎？唔是談過嘛，知道嗎？921大地震以後，台灣呢繞宋太嘅哈，對啊，颱風一來啊，個水一抬，土石流是來嘅哈。還有一個動態問題。全球暖化、氣候變遷這些因素呢，也是最近10幾年、20年的事情啦。當然，它前面因素很久了，但是呢，最近才把它顯現出來。這個部分我們也必須要承認。我知道85年前可能都沒有淹過水，85年後淹水，跟橋有沒有關係？絕對有關係。是不是唯一的原因？不見得啦。啊，氣候因素也是其中一個，整治沒有治標也是一個因素啦。哈，現在拆橋其實是只有治標沒有治本啦。係咩講？該橋拆體冇橋墩咧，韓白是冇浸水咧，也真難講哦。我有冇講咧？韓白嘅水位落去太陽地勢啊，你啊日暗部頭啊，都1000多公里嘅水就可能啊用狂嚟啊，所以呢真難講。不過呢，橋墩拆體之後呢，冇橋墩嚟講咧，至少維持安全度啦。我講啦，好冇？新聞員局長，所以講咧橋拆體咧降怕也冇救咧啦吼。好，堂弟推動嘅裏邊。分享過幾多個意見之後，向前還有嘛個杯？我認為呢條橋哦，按照文化價值，不應該拆，因為風景鹽水啦、文化財產嘅保留係做得並存界。你遲到係兩屆就做得強下，公司進行。所以對後生應該觀點對群了條古蹟文化嘅保留啊，吼，你遲到應用去做吼，也係講。大家嘅觀念為自己嚟保留係較重要嘅。教育方面啊，又係講以前到其實在你學生應該群吼，你估計唔係咁重要嘅東西哦。係當重要。因為用辦唔遲到幾重要。因為嘅係前人留下來啊。所以人唔會講凊彩就可能就安家就留去拆體，有冇好好嚟保留嚟思考吼。好，感謝你嘅小志，還有跳下做 casual 嘅先生。我要3隻
个意见。第一，你啊桥啊会做这样，跟85年做的桥咪多。韩国呢，我哋下一看啊87年做的个石桥，比个15年前做的桥还要早吧？大家下一看啥是对啊？所以呢，拜托乡长哦，你啊把桥会做这样，韩国会做好早不？大家看哦。第二，佢为浸水的原因问题，香港所谓解决啦，佢嘅原因程度啦，日子都去处理啊。第三，新的桥墩啊，係一隻大原因啦。頭擺舊的橋墩啊，按要價出啦，你新的橋墩啊，搭起去，舊的橋墩啊留下來。我講呢3件事情啊，全冇衝突啊。既然冇衝突，你大家強心，攞水嘅問題處理。該講，你嘅邱院長爭取1000萬，該拿去做好降掉。韓國，你係鑼鼓者啊，來保存下來。冇衝突嘅事情啊，我認為大家來共同支持啦，呢係我嘅意見。好，感謝理解先生。係其他鄉親朋友們，理解先生先。新港橋係咩愛改建？係兩難嘅。本市工作者講係古橋係保留，但係鄉親看到水來，通氣象報講風吹袂來，幾時會降死，又係來浸水咧。我期待文林村村長嘅身份，我感想到這條橋必定會改建，因為大家可以看。現場看下做得，頭先片段大家看到，呢種嘅橋墩，繞水流方向，其實完全是不對。你嘅水流出來，結果嘅橋墩係少嘅，其實影響水流。第二，水火無情，太自然嘅力量唔係人力可當。你下落水，從你文化局長、蔡局長講嘅，該落嘅時節一落是泡雨，水非常難抬下來。該種嘅惡山。唔係蛇樹蛙田，係比了太重嘅馬步樹街度，係用大年下來，一下來到你橋啲墩嘅時節，幾條水流是比赤鐵，所有嘅垃圾到來是剛剛超咧，都水都上，我看鄉親係痛苦，我感受非常很深，到你還有非常多乃冇錢體嚟放棄，叫我錢體行一水來，我要咩接冇錢，我係村長任內91年接任村長以後。我改建起2條橋，先做1條橋。乜嘅原因是因為透過有橋墩、樹查卡多，2天打鐵，房屋浸水，是本來改善以後，都見忙需要2天會打鐵，唔會浸水嘅。所以我認為呢個橋必須要改善過，冇橋墩嘅橋，真係正確治水嘅辦法，是相信唔會浸水。好，你嘅意見嚇，還有其他鄉親有反應嗎？嗰個小吉。cái橋係咪係打橋拆開咧？嗰條橋嗰條垃圾就打腳下去，腳下打到哪去呢？你看，特別為浸水浸落嗰度，你腳下天又未浸水，講你都按到從化區係咪去住宅區啊？嗰個浸水上樣去住宅區，嗰係咪灣片屋入面會浸水？嗰是按到橋打開是唔會浸水，嗰落人睇水灣片天就浸水啊！你唔係橋係大問題啊！所以啊，鄉長啊！cái lô cây chặt hết là sự thấy唔錯，大家睇個講拆睇就會分鐘，要分鐘嗎？所以你知道為普寬機冇改善，咁怕係冇辦法。你用你買路，新中嘅路，樹我們講怎麼強，你啊路差貨會好少嗎？好，感謝你嘅意見，你聽到咧，希望你各區房就嘅機會，你長推黨嘅裏邊都做回應哦。廖解先生，第一，洪水的來源，那條溪的來源。是從新鳳村島邊林溪、中水坑溪、其他等等灌作一條溪，那溪是洪水的來源。第二，此河川的總寬度是15公尺，和橋梁一樣寬。中間2條洞口，中間一個洞口5.6公尺，洞口兩邊洞口3.6公尺，橋洞的總高度6.5公尺，兩邊的住戶防水牆1.8公尺，這是洪水的來源。因為我擔任新鳳村16年的村長，這2任代表，非常非常大的洪水，局長講的天氣一變，而且86年改建正安置
香港时代改建，叫不是叫古迹，叫三不像的古迹，不属于真的古迹，啊，大家可以文化工作者也看过了，也承认了。我们第4点，经费的来源是水利署补助1800万。为什么水利署的专员有下来？他为什么要补助你1800万？如果他认为不必要改建的话，他那么钱容易改建吗？所以你就提供民众起多要起水是必要。对，他是专家来的。我请问一下，所以你起多老俩改新干胶拆体就唔会淹水？我认为。好，新闻你好，请抢错哈。好，谢谢。然后邱总，我要请问哈，其实大家讲到了都按到起水要水灾嘅问题，自然有水利署也系讲工厂处理偏来做鉴定啦吼。不过外地嘅一件事情就系讲，你都要涉了解伊，而从有亏了嘅污染审查嘅审议会，该用是该建议做出嚟嘅结论透露嘅内容，针对了部分系乜嘅？好，关于开会啊，那当到文史工作者，然后向前了就向前冲了哈。不过，双方的意见表达完成以后呢，是按照开闭门会议了，因为委员他说没受到干扰嘛哈，他专业来讨论，讨论将近2个小时了哈。过程当中呢，委员一致认定哈，这个工法也好，它的食材各方面都有历史文化价值，这个绝对没有问题，所以就把它登录为历史建筑，一致通过啊。当然呢，他们可能也有地方声音有出来嘛，会有淹水问题，所以委员里面然后就考虑到生命财产的问题。如果这2个有冲突的时候，按照目前的文资法的规范哈，文资法规范是讲不能异地移除的话，只有针对古迹的部分，但是历史建筑呢，没特别的规定了哈，所以讲是他就做一个但书建议说，如果生命财产权有受到威胁的时候，可以建议考虑把这个古桥呢，用编号的方式，把它很小心的把它拆下来，找一个适当地点，把它重建回去，供后人凭吊。异地重建它耗时经费也很大，第个人了下2800万元的起水经费没有在这里面，我们要另外找经费。你要拆下来之后呢，你要唔係用怪手輕空拆下来哦。信橋跟2代橋呢，我先拆開啦。拆開之後呢，我們文化局會花一點錢呢，請這個文史工作這個對古蹟啊，這個叫測繪的人呢，把每一個石塊呢編號，一塊一塊把它拆解下來，放在一個地方保存下來，然後橋橋當拆體，將起個信橋同嘛哈。橋橋呢個石鼓呢，我會想會簽咗經費下來。可能會簽文化部啦，係科委會啦，你係難為你咩治水問題咧？你係按照文化資產保存嘅問題咧，我會搶文建會啦，係科委會來到鄧雨賢紀念園區啦好，然後係講其他你瓊林鄉就叫區段徵收嘛，都需要嘛公園綠地啊，做的，來蓋一個橋回去呢，把那個原由過程全部把它寫得清清楚楚，甚至來想把它一起。呼吁要保存價值這些的文史國名字都刻上去，讓它在歷史上留名，我覺得很有價值。所以局長講到哈，文化問題歸回文化啊，陳老師，用順序咧談起咧做法很優秀啊，有保留的呢。文化資產法係你國家嘅最重要嘅文化嘅保存嘅法。呢個法底度呢，冇有條法講要洗為數嘅，所有洗為數嘅呢隻建議都唔係文化資產法。所以佢不屬於係文化局啦，唔係文化部而幹呢。所以文化部嚟講嚇，冇辦法補出你來洗橋，所以呢件事可能要重新考慮啦嚇。唔應用其他機會去回事嚇。我係認為講嚇，呢條橋嘅最重要嘅價值是叫做獻體嚇。到今為止，我冇看到人嘅計劃講嚇，好好來考慮，按樣咪起條新嘅橋，本意嘅水流好好流嚇。要做嚟保留嘅橋，唔是有人嚟提案啊。唔是提過哦，你是跳過去，因為過去冇愛咧，大家唔是提供佢嘅古蹟，唔係老嘅，唔係愛保留嘅東西，所以直接是提供愛嚟拆橋。因為水利署本身唔點乜講到文化，所以其實講解是老拆嘅是好咧嚇。其實中央政府係用到文化部啊，你地方就用到文化局，呢兩隻部會老局應該是愛嚟好好嚟考慮，來老水利署中央單位水利署嚟參詳。按樣滿人，最老啲水處理下來，
有做得保留你的路桥，有做得处理这个水源问题。因为人家国家哈，实在就按财条，要就按经费啦。我认为安尼唔是靠你的问题，所以让我出现安尼问题啦。还讲呢条桥哈，要不过人家塞那位哈，有一个历史的价值可能都会讲脱咧。俺唔知，俺们唔是看过讲哈，唔做咧赛位，佢还能按照历史建筑嘅赛位，还能按照估价嘅，应该是无安尼价出来啦。刘先生也咁讲呢？讲啊，叫恁等于小地方嘿，开座桥啊，系叫恁刘福台风出题，春信宫出钱，个做东阳桥灌木出钱，个上千沙，恁都晒祖先祈福签去了桥，台湾人按等于下，为做了时间，两人现在出钱1800万做桥，到你我出冇？冇因为出嘛，跟他黑嘛个。台湾人等于下地方，你唔得珍惜佢，你要亲自身马去开机。台湾人做唔错嘛事情，我多了按看唔学啦，这是我想法。好，其实呢，针对了个新干桥哦，倒台吼。真紧哦，因为大家系少，佢为拄到水哦，来桥段拄到水，为产生那个水分，就会影响居民嘅生活。所以你下呢，大家要建议讲，吼，你下为到异地重建去，撇个位所可能系填先工人那边重新搞做过，安样个复旧如旧个桥啦。毋过了倒台真紧系还系做到本地民众所希望保留个传统个桥嘛，那个意义要做到么？你先协会下，让比较转到，你讨论个现场，还会继续咧讨论安样相关个议题。